嘉义县是全国出产上济鸡仔的所在，今年因为雨水少又搁无风台，鸡仔的产量甲品质也拢真袂歹。红记义搁把店的鸡仔吸引消费者来交关，嘉义县欢乐乡的鸡仔正着时，而且今年雨水较少，品质袂歹。赞啊！赞啊！我食普通甜的啦，都会下啦，啊无迄有较甜的啦。今年的柿子也很好，都没有风灾的影响，对，很漂亮又好吃。嘉义县鸡仔生产面积共要630公顷，今年的产量有6000吨，产值有1亿5000万左右。每当10月鸡仔大出，其中欢乐乡就超过4600吨。今天买气不错啊，因为天气很好，所以上来的游客也蛮多的。我们的地理环境来讲的话，是北纬23度半，这个日夜温差大，造就我们的这个柿子甜度非常的高。顶礼拜拄着国庆连续假期，县政府甲欢乐乡公所举办鸡仔推广活动，吸引真侪民众。乡公所就表示，鸡仔营养价值高，而且今年价钱嘛袂歹，欢迎民众到欢乐佚佗顺耍来交关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